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年度天文大漏水，佮拄到今仔日是农历的初一，高雄的西雅湾海水倒灌，大路拢淹水咯。啊，家庭啊嘛是做大水，居民讲这个水是淹甲比前一天要较悬。另外，屏东东港的东镇里，今仔日第4天继续淹水。高雄西雅湾海水倒灌，规条车路淹甲变成河。 汽机车经过淹水所在，拢将速度放缓慢，倒倒啊驶。车路变水路，骑倒摆被水里升水上的学倒摆，是讲民众要上班是要安怎嘞？这样你怎么出门？没什么办法。都惊车会熄火，敢来当前流闪过淹水所在，当着年度天文大漏水。今仔日是旧历的初一，西雅湾甲基镇淹水已经淹第4天。 民众洗车或者是骑倒摆，拢真无方便。排水坑也一直在淹水，同款当着大路一定的淹水所在，搁有车。家庭的民众将裤脚比起来，上脚浸水，行动困难。好像有改善，但是好像没有改善很多呢。它这一条路会比较严重。超商的头前出几排的塑胶篮，当作是脚踏板。民众讲，今仔这个水淹了上悬。是啊，个比昨仔悬，进前阮厝也无遮悬，像迄大潮，就拢食水灭啊。一档个比一档较严重，拢淹到5斤内底啊。水淹到半个学倒摆连下遮悬，同款淹水淹到正正力的所在，也有屏东的东镇里。 当地过来所在也拢淹水，看这个办事，大路暗算的影响到礼拜，提醒住伫地势较低所在的居民出门一定要注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